較早前，3位6年級同學參加咗聖西門呂明才中學舉辦嘅下白泥保育活動及比賽。當日嘅活動非常豐富，黑水虻工作坊。黑水虻係一種原產於南美洲嘅昆蟲，呢啲就係佢哋嘅幼蟲，佢哋幾乎咩嘢都食㗎。因此，黑水虻非常適合處理廚餘或者農業廢物。食咗廚餘之後，黑水虻嘅排泄物就可以成為有機肥料。黑水虻其實唔係害蟲，所以同學鼓起勇氣，決定同黑水虻近距離接觸。第一次嘗試失敗，第二次有大哥哥嘅鼓勵，成功摸到黑水虻幼蟲啦。黑水虻能夠幫助人類，真係蟲不可以貌相。電動車工作坊，呂明才中學嘅哥哥細心地向我哋講解電動車嘅基本運作原理，然後同學3個就要自己動手組裝電動車。完成組裝後，就要學習操作電動車。我哋嘅任務就係控制電動車，探索濕地環境同埋各種生物。馬蹄蟹係其中一種喺白泥發現嘅瀕危海洋生物。佢哋4億萬年前已經喺地球上面出現，仲早過恐龍。電動車可以喺唔干擾馬蹄蟹嘅情況下，喺泥灘進行調查。下白泥浮世繪，我哋以浮世繪方式記錄馬蹄蟹同下白泥環境，耐心咁一層又一層喺紙上面掃上顏色，然後逐步印上馬蹄蟹身體各個部位以及下白泥背景。你睇，一幅下白泥浮世繪就誕生啦！生物篩查水質檢驗。我哋身後嘅呢一片就係紅樹林，佢哋好特別㗎，佢哋生長喺淡水同埋海水之間嘅交界。你睇下嗰邊有一棵啊，係咪好特別呢？同學親身喺泥灘上進行生物篩查，學習生物分類知識同技巧。大家都發現各種海洋生物。你哋望下，我哋而家身處喺下白泥，我身後面就係一望無際嘅深圳灣，係咪好靚呢？